个啊，三主咱拢会讲平安。即句话亲像是基督徒互相做伙时真惯势的话。以前有时阵会感觉讲即句话，感觉心内心情真复杂。明明我着真不足，明明你伫背后着讲真济袂听得的话，我是要安怎用笑面来甲你讲平安呢？虽然每个人拢带着无共款的心情来到遮，总是这使咱开始真心为别人祝福，期待别人嘛平安。这会亲像变魔术共款，互听到的人面貌嘛变。当别人真心对咱讲平安的时，咱嘛亲像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改变对每一个人是搁期待、搁惊喜一项代志。咱要对惯势的人师傅爱最了解，有啥物动力会当互咱有改变的决心？心理学家马斯洛有讲，咱的认知会改变咱的行为，会改变咱的习惯，会改变结果，会改变咱的性格。所以，这个认知非常重要。伫阮咧面对带领国小生命教育的时，我嘛是第一在改变。阮期待会当互遮个小朋友知影有一位听伊的主耶稣，伊毋是无人听，因是主耶稣看做宝贝。当彩虹小组的姊妹领受到上帝的恩典，愿意改变、调整来进入伫即个服侍，就诚做祝福别人的原则。我每一摆生命教育咧下课的时，小朋友拢会对我讲：“耶稣爱你。”第一届的下课，伊甲我讲：“耶稣爱你。”我心内真欢喜。第二届下课，伊佫甲我讲：“耶稣爱你。”迄阵我才突然知影讲，阮伫无形有形中间，伊就真捌耶稣。伫带领的过程，看见学生有回应，老师嘛有回应，甚至老师嘛就伊的感恩最喜欢，互学生来学习，将伊的感谢写伫黑板，互学生看见老师是真会晓感恩人。面对这一切，拢深深献上感谢，感谢上帝的听、能看、关心、态度。教育是啥物？教育就是一种改变。人的外在会改变。5年前，看到阮兜有个中大的人，经过5冬，有看到伊，冬也看到伊，就会发出因为拢无共款。甚至有个人嘛会甲牧师讲：“谢牧师，你拢无变。”无变吗？咱的生命会一直对着外在环境，拄着啥物款的人，建立啥物款的家庭，要选择啥物款的生活，啥物款的价值观，拢不断地改变。毋知你捌伫团契，还是伫聚会中间，主理的人伊发张纸甲一支笔。伊要请你画一条线，这条线要代表你的出世到现在的人生。其中你有拄着上高峰的时期，总是你嘛有拄着困境、失志的时间。是咱的人生有起有落，总是真正改变你一生的代志，也是人出现。有一位姊妹，伊叫做杨玉欣，伊有得到一个先天的病，
叫做三好式远端肌肉应变。这种病会对伊的脚趾头啊，一直到骹，一直到伊的全身的肌肉拢会萎缩，甚至甲拢无法度动，到伫伊器官拢歹去了，伊就会面对死亡。当医生伫因兜一家伙的人拢无心理准备的下面，对因宣告讲，这个病已经无法度好时，这个姊妹看到伊无助的父母，甲放声大哭的姐姐，伊的状况愈来愈歹，每一摆伊也坐交通工区，就是坐计程车，伊拢爱先甲脚踮放伫车顶，骹两只骹伫外口，然后开始用伊无力的双手搬动伊无力的骹，一支骹放入车内，另外一支骹搁甲刷入车内。伊讲，当因面临别人互伊有负面的情绪的时，伊会掠误解来为别人做主解。何况伊的行动无方便，心内也无欢喜，嘛袂使决定走，伊搁爱麻烦别人家扶一下，所以伊选择袂记来面对所有伊负面的情绪。伊讲伫即个过程，互伊学习会晓对别人尊重，对别人温柔、宽大、搁了解。伊搁较注重看到美丽的事、美好的事。伊体会到每一样生活拢会拄着一个热热的火。伊甲即个热热的火看做是伊的困境，甲伊的重担。伊若拄着安尼境况的时，伊讲伊就会冲过去。伊讲所有的痛苦拢爱去面对，拢爱去超越。冲过去代表伊即个梦想会当来实现，冲袂过呢，佫会安怎？所以伊的生命意义在于冲的过程，就是伊就是尽力去做。伊的朋友形容是讲的是唯有通伊的原者。咱邀请黄美玲博士，黄美玲博士伊讲，我当看我看我。阮伫生命教育中间，甲伊教导囡仔，就是讲一项代志有两种的想法，咱爱删除迄个负面，咱才有法度展开切入。